我想很多人都知道，去年我在台北客家义民嘉年华全程用客语致辞的这件事，鼓励大家好客家话。唉，说真的，这一年下来真的是饱受压力啊。柯市长，请问到底为什么会有时间练习课？不合理呀！我知道我不应该隐瞒各位市民朋友，其实都是因为这一点斗笠。接下来为大家来公开这个大秘密。今年2019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3年26到27号伫中正纪念堂举办。2天活动有迎神绕境、义民祭祀活动、挑担奉饭、创意彩街游行、客语家庭表扬，以及一元乡一特色客庄市集等，内容丰富，邀请市民朋友穷哈啦参加今年的台北客家移民嘉年华，乃就不见不散。哇哦，这斗笠真的有那么神奇？市长真的假的啊？无嘛的感觉啊，敢有按上去？